今次去深圳，梗係為咗睇4年一度嘅全國運動會啦。自從地鐵開通咗之後，四通八達，真係方便咗好多。就算由深圳灣口岸出發，大約40分鐘就已經去到深圳市體育中心。連接出口嘅商場裏邊都有唔少嘅餐廳選擇喎。紀念品都冇乜特別啱心水嘅，睇完比賽都係直接去食晚飯。我哋搭的士去到領展中心城，最後揀咗呢一間順德公豬肚雞嘅4人套餐，都幾抵食喎。先飲啖湯，胡椒味都幾濃，然後就放晒成隻雞落去，雞肉唔肥又嫩，都幾好。套餐仲有蝦滑、黑豆腐、青菜呢啲嘅火鍋配料，最後再嚟一烹有鍋巴嘅臘腸煲仔飯作結，都只係人民幣338蚊咋。第二朝我哋先去嘆個早茶，位於萬象城嘅陶陶居樽品，評分睇落都唔錯喎。9點幾都唔使等位。艇仔粥嘅配料同香港係有啲唔同，仲嗌咗一啲比較特別嘅點心，就例如叉燒雪花球，佢個外皮有啲似湯圓，口感都幾得意。一共嗌咗9款點心，用咗優惠券之後，只係需要人民幣291蚊。我哋都唔敢食太飽啊，因為今日嘅重頭戲係呢一間獅子山脆鰻魚烤肉，直接買咗一個人民幣438蚊嘅聚會團建4人餐。呢個係韓式燒烤，真係用炭火燒㗎，不過好彩就由店員幫忙，就唔使擔心燒燶啦。好彩套餐仲包有其他嘅熟食，呢個冷麵唔錯，幾開胃。食到5分飽就開始慢慢燒鰻魚啦，睇得出店員係非常之有耐性嘅，因為呢8塊魚足足燒咗25分鐘。包子菜係最好味嘅。套餐仲有烤五花腩、牛肉、豬扒、蝦仁等等。豬扒同埋生蠔就最啱我哋嘅口味。再睇睇呢個菜單，都係人民幣438蚊咋，期待下次去其他餐廳嘗鮮。